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行政院开始要来处理掉咱台湾护理人员薪资的问题，大夜班爱加薪，讲到咱台湾健保医疗世界第一等，但是护理人员是不开心，唔是真忝而已，是定定无多过年。那么如何来降低掉护病比？敢是开钱就可以？还有其他问题无？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护士医疗工会、医疗产业工会的北区会员杨惠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惠婷。那么第二位，台北市医师工会的这个秘书长，嘛是咱的医师陈良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医师工会的秘书长，我叫陈亮福。那么第三位是咱新光病院的副院长洪主任，洪主副院长。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咱老朋友金健康的总经理洪淑卿。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互大家来了解到底这项代志是啥物呢？护理师要加薪，这不是件是真好的代志吗？为着要改善着护理人员真欠人的问题，所以卫福部顶日伫行政院会内面啊，已经提出了护理师人力整备报告，其中包括着发夜班的鼓励津贴，一班400块到1000块，那么一个月的薪水呢，上最会当加到2万块，经费大概爱卡43亿，上紧明年会实施啦。不过引起着外界的烦恼，讲可能会造成着排斥的效应，到底是安怎如何来了解？病院护理人员毋但工时长、压力大，薪水嘛无偌好。新冠疫情了后，各团出有真侪人离职的情形。为着要解决护理师骹手无够的问题，卫福部向行政院提出政策整备报告，其中包括护理人员每班奖励措施，明年度会以健保总额编列专款，需要的经费差不多43亿。如果用20天的话，那他每个月薪水就会增加，小夜会8000到12000，那大夜的话会12000到2万之间。卫福部表示，为地方病院到医学中心，小美班每班奖励津贴差不多400块至800块，大美班是每班600块至1000块。不过，护理人员认为讲，就业意愿甲留任的比率是整体薪水甲工作环境需要改善，而且病人各项的检查甲治疗，大部分是集中伫日时。值班的人员工课是较硬斗，若是高提升美班的薪水，相对较无公平。白班上班的压力其实就真的蛮大的，对，所以就是如果白天班的同仁也没有得到相对加薪的话，其实就觉得会蛮可惜的。这样，为了病人的安全，我们不会让年轻的护理师一进来就上夜班。他们在想说，那我要多久才能领到行政院给我的这一笔钱？卫福部强调讲，教育部会投资护理人力的培育，科选部嘛会增加国考的次数，未来教育甲考试相关的计划嘛会做整合，嘛会透过薪水甲工课场的改善，做全面的增进。希望互护理人员会当回流甲留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新闻大，感觉讲奇怪，恁新眼界那只敢咧讨论了国家这个物件、迄个问题、这个代志安尼，那会安尼如苍苍吼。其实这就是咱实际的人的生活。每一个国家拢面对着，尤其啊，根据我了解，这医护比啦，还是讲护理师的欠员啦，甚至医师的欠员，全世界吼是真正是种大问题啦。毋那是咱台湾如此，啊，但每一国拢有每一国爱面对的这个特殊的问题。那到底咱台湾特殊的问题是在哪里？咱就真趣味啊！咱的健保头一名，但是咱的健保吼，咱老实讲有够俗的俗啊，吼，足俗的，这头一个。第二个，咱来看行政院吼，已经算作定案啊啦吼。这是送去立法院啊吼，这小爷大爷他有讲，咱先甲看讲地区病院、区域个病院啊，甲医学中心400、500、600。但是咱头看到新闻大，嘛有这个阿长吼，
迄阿长就讲无啦，咱少年的吼，咱就袂互伊紧去派去夜班。啊，袂派去夜班，啊，少年就讲啊，我当时才当领到阮学姐遮济钱，啊，是毋是会合理？哇，无钱落去吼，无大劲，落钱落去，大家就开始竞温啦。啊，到底这是好还是歹？这我先请教着会长哦。你感觉第一，政府有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要互恁钱，啊，你有欢喜无？其实政府互阮钱，阮拢足欢喜，啊，毋过用毋着所在。用毋着所在。对，伊应该先来问阮，看爱用伫对。假啊，你讲要加迄个夜班费，安尼日班的人较辛苦，你嘛爱加日班的人啊。这头一个，我先问你自我的问题，因为你一定是做过护理师嘛，吼。是。日班较辛苦，还是夜班较辛苦？伊逐个拢足辛苦的。就我实在是咱是唔捌啦。医师你感觉咧，是日班较辛苦，还是夜班较辛苦？日班甲夜班吼，在做代志无啥共，面对着无共的压力。吼，日班的时阵吼，啊，咱会当换钱呗。假设讲日班的辛苦是1块，啊，暗班的辛苦嘛是1块吗？我感觉讲其实拢差不多。啊，那管理叫我问副院长，你感觉咧？应该是有一点仔无共啦吼，伊日班就是讲伊的迄个算讲伊上班的时间是正常的，但是伊的头路足多的，因为大部分的治疗、处理、甲领药啊、即食药啊、啥，这拢在日时来进行嘛。啊，夜班吼是劳心呐，劳心就是讲人咧休困，啊，我在踮咧遮守护第一线，吼啊，这嘛是一个算讲一个就共款的代志，所以我感觉拢共款呢。所以应该按共款加薪咯。所以我进前我就讲嘛，上好的做法是以护理师为中心去加薪。吼，啊，我嘛建议讲，不，你听讲吼，不，我来讲吼，其实这嘛不是讲我发明的，日本就是安尼做。日本在疫情过了后，因互第一线的护理师一个月吼，就是奖励3万块的日票，所以头代票就是讲一个月头6000块。吼，啊，因为什么安尼？日本人安尼做，因甲咱面对共款的问题啦，就是讲护理师拢要离开头一线。所以无日夜班就分别，无日夜班，就是讲你在病房，我就是互你共款这个计价。啊，而且你在医学中心，你在地区医院嘛是共款的钱，你袂使讲地区医院就较细400、500、600，啊，地区病院的护士讲，啊，我上的夜班敢比你医学中心较无价。我是小3啊，你小6。对，所以我对感觉讲，这其实咱日本都有这个例会使看，啊，咱台湾嘛有例呢。这陈医师应该知影，咱进前住院医师无够的时阵，咱台湾卫福部就互因住院医师讲5大皆空的科，一个月1万块的津贴，互你国家发钱的，啊，为102年做到去年才停起来，啊，效果嘛袂歹啊，即摆内科外科医生拢开始咧恢复啊嘛。所以我唔知讲，这以前过去捌做过的代志，效果嘛袂歹。啊，咱这边护士有欠，咱就按落去做，安尼就使鼓励咱的护士回任甲留任，这应该是爱思考安尼。来，苏经姐，你认为讲是夜班加钱就好，还是日夜班拢爱加钱？像他副院长因那个来意见。我感觉第一个是平均的薪水拢伤低，所以你袂用加讲我日夜班你有轮到咱来加钱。事实讲，大家拢是无够济，所以爱大家拢爱加。第二个，我感觉同重要是安怎加钱，因为进前啊，迄个 COVID-19 期间啊，你讲有防疫有加钱嘛，啊奇怪咧，啊钱有发落来，可是有去咧咱护士的身上嘛，无一定啊。有人讲啊讲偌济钱落来，啊我那笑破我起来，那一工才钱，所以讲钱安怎发？啊，发落杀人，这是真重要的。我感觉讲，等小等过来讨论另外一件代志，较晚讨论。啊，钱为倒来？因为咱即摆政府做干巧，你知哦？毋是啊，伊就讲拢是这个钱，啊，突然讲啊，我就这吼，挖一地来，啊，我东墙补西墙，啊，所以因才讲，啊，你即摆挖过了，啊，其他的钱无够，啊，病院吼嘛是。做生意的所在是惊吼，我尻川肉来踢这个手脚了吼，才尻川肉才无去啊。我即个请教，他说苏经姐有甲你开路啊，讲哦，恁的薪水足低，到底是安怎加你讲来听？这是一个卫福部给开的病院，一个门诊的护理师。私立的病院。对，公立的迄病院来公立的吼。对，啊27000几，啊，阮甲这张的。迄个放伫个 FB 馆顶，了后，佫有一个讲学姐，我会佫比伊较低，26000几。来比的哦。大家来看一下，你101边仔小吃店陈真人，要
真人偌济钱？4万2哦。对，你唔专心4通互万2。阮遮的人看到，你出照片。过来后一张，这迄天我甲迄个玉凤姐去迄个梨焕院边仔公听会，伊决定迄个洗碗工偌济3万5。这薪水的结果哪会变安尼？4万8。你看，拢比，搁安怎比，拢比阮护理师的薪水搁较悬。是因为这个护理师佫无算加班的钱，所以2万6啊尔。无，伊这个月，就迄个月薪水就安尼尔。哦，所以加班拢安尼拢10安尼入对去。 ，10个个伊的户口的钱就是安尼。哦，所以你甲咱讲，你平均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同窗，因即马逐个你才做护理师才几档呢？我做19档。19档算真资深嘛？系啊，你资深的即个恁的薪水差不多几万到几万之间，无定大。以我来算，差不多4万5到5万5啊，你是的。啊，中的小夜班，差不多我会使领到7、8万。哦，有走去小夜班哦。对，啊大夜班我就会使领9万几。但是你若讲做一班，有当时轮着好歹照轮嘛。对。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你敢有拜六甲拜日？无，阮轮班呢，因为我伫急诊上班，所以是轮班。哦，你是急诊上班呢，我要问，你有过年过无？过年有逐个照轮。但是阮头前甲后壁，阮为初二开始切。初二头前就算头前休困。我这是讨论起来吼，阮这做记者的嘛爱来问安尼，阮做记者嘛毋捌咧过年的呢。对，阮是轮流的，有的是规段拢爱上班，后壁较放。所以头早你有同意，头早副议长咧讲应该是，譬如讲比较就日本，恁也有伫现场的人，你就必须爱加薪，爱加到某一个水位，你有同意？有同意。因为我头拄仔要来进前有查过，行政院主计处伊去年的统计是当年逐个人逐个月平均领着5万7，你看阮阁领无5万7。伊迄平均是安怎平均的啦？我嘛毋知呢，伊迄是迄个网络观顶写，因统计拢写伫观顶的。好，所以那安尼，但是安尼要加薪是爱加偌侪钱呢？我有问过阮内底工会内底的人，伊希望加到一年100万到120万，还有符合阮的专业。所以，譬如讲，你的意思是讲，你20年资历的人，上好是一年有当100万。100万到120。不管你做日班、夜班、小夜班，安尼平均起来才100万，安尼才有合理。对。那我这边问医师，你敢有认同？其实阮虽然阮是医师啦吼，毋过就是嘛是爱甲咱的一般民众嘛，阮平常时嘛拢会解释，而且我是咧急诊服务，民众常常咧甲我问讲，医生啊，什么时阵阮有病床？阮妈妈、阮爸爸什么时阵有病床会当互伊带去？我拢甲伊讲，吼，歹势，即马就是病院，即马无位，无人通好甲你上。事实上毋是无位。事实就是有迄个空位伫迄个所在，病床可能迄个所在无人通好顾，而且我毋知影观众朋友敢有感觉讲，最近这个情形变甲愈来愈严重。咱伫个急诊本来可能等12点钟，对，即马等2工3工，阮平常时咧甲民众做解释的时候，拢甲伊讲，伊讲要等我偌久，我讲至少2工，至少3工，已经无遐样严重。对，而且我常常我咧病房，也是咧急诊，我常常拢有种情形，就是讲。迄护理师因是4点下班，我5点6点的时阵，佮看你伫遐做工课。啊，我讲你是咧创啥？那佮我来等伊，啊讲记录还袂写了，佮有代志还袂啊。而且因可能是提早1点钟、半点钟，就爱先来急诊做一寡准备，看一下病人，做一寡行政的工作。吼，这工课嘛，总是护理师应该。伊讲安尼敢有加班费？无，哪有领过？而且常常因拢会去哦，因的长官，因的。主管会甲因讲，这拢是你分内的代志，你若是做无好，你也是做无了，这是你家骹手慢，吼啊！而且所以咱咧家算起来，我感觉讲头拄仔这个数据其实
其实袂讲这。啊，佫无正确。对，嘿，因为平常时我家己感觉起来啦，我感觉讲咱平常时差不多有1/3到1/4在额外加做的工课，拢无去互伊算伊个钱的内底。对，所以咱即摆以咱护理师即摆爱到底爱加踢偌济钱入去，我感觉讲头拄仔即个数据其实袂讲做合的，而且咱若是看行政伊即摆咧做这估计，都讲会开偌济钱的。伊个 baseline 吼，伊是算讲一个护理师平常时啊，伊的薪水是45000。啊，毋过咱头拄仔看咱头前这位护理师伊说，那有45000，嘿，对，而且讲伊即摆这算的这数据都是讲大家准时下班。啊，毋过即摆准时下班这样代志，对全台湾我看任何一个病院、任何一个甚至讲是诊所的护理师来讲，拢是真困难的，拢是。副院长，你咧点头，你嘛感觉有这种代志？应该是安尼讲吼，就是讲这个今年的。疫情过了后吼，因为真侪咱的医护人员这3年，因为拢袂使出国嘛，即马边境拢拍开啊，所以有的人就是讲，伊就利用这个时间就出国。头一点吼，第2点就是讲，咱会使发觉，就是讲在疫情了后吼，各行各业拢真需要护理师嘛吼。像讲伊会使咧，伊除了在病院了后，伊会使在长照机构吼，伊会使去做即个职场的即个护理师嘛是会使，无就是像航空公司吼、寿险业，每一个行业真正拢足需要护理师。坦白讲，迄种较轻巧。对啊，咱老实讲吼，你比如讲薪水吼，咱坦白讲吼，你即马若拄毕业的学生，你来医学中心、医学中心，你做病房的护士、病房护士爱轮3班吼，你的起薪上无是42000到47000以上，所以看起来好像敢若袂歹，对不对？袂歹吼，但是歹势吼，伊领即个42000到47000，伊爱面对上困难的环境，伊上困难的环境拢在医学中心嘛，伊爱面对即个吼即个家属的一个压力，吼甲即个职场的环境是毋是有医疗暴力啥？这伊拢会面对即寡环境，环境无一定是足好的嘛，对不对？第三，那疫情过来的时阵，伊爱面对感染的压力，因为伊是咧防疫的第一线嘛，所以看起来敢若薪水敢若袂歹，但是相对伊付出的心力、劳心、劳力、高张力的这样一个工作量，伊感觉讲安尼我无要紧，我赶快哦，我减拿2000块45000，我来去外口上正常的班就会使啊嘛，对不对？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咱来面对即马即个问题，就是讲，即马即个问题是讲，护理师为什么因袂去上困难的头一线食头路，就是咱的病房、急诊、开刀房，甲所谓的加护病房，为什么因袂来？袂来的原因就是讲，薪水甲伊付出的心力。这2个是无法度比比。对，恁会当讲，譬如讲，你已经觉察到这种代志，恁先讲，敢唔通啊直接甲加薪？哦，我应该安尼讲吼，其实吼，我相信唔是甲先讲，每一间病院的院长，无一个人无想要甲咱的护士加薪啦，甚至爱甲咱的医师人员拢爱加薪，大家拢是在想这个代志嘛。但是你爱想看嘛，就讲病院的这个行政的团队，甲阮有这个能力无？有没有这个能力会使甲因加薪？因为你嘛知影这几年的状况，大家拢足清楚的嘛，就是讲病院的成本愈来愈悬啊，吼，这个劳基法啦，足侪这个法令出来了，病院的经营的成本是真悬的。但是一方面，阮的收入一直咧降低，啥讲伊电池一直咧降落嘛，电池拍震嘛。你互观众朋友去了解，啥物叫做电池啊？电池这对咱这个物件就是足趣味的，就是讲，这真重要哦。咱国家就是讲，咱先匡列明年拢总要偌济，互咱的医疗的机构。你偌济人甲我破病啦？100亿、8,000亿，这是固定的钱，钱固定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咱即摆患者的医疗利用率上升嘛，所以迄个点数足多的嘛，就是讲恁。看患者，本来上好一人1块啦，对啦，即摆无1块嘛，即摆看1点差不多是8角尔嘛，过去有9角，即摆剩8角8角6，一直咧往下咧降落嘛，所以你想看觅，你1点摕无1块，以前是拍一下9折，即摆拍无连9折都无的时阵，所以你若无钱通生啊，对，所以阮要甲护士加薪的能力都下降啊嘛，就下降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毋知讲，即边即个要甲护士处理即条，我就是讲，你国家会使讲摕一寡钱出来。哦，用公务预算摕一寡钱，甲咱的护士加薪。我相信咱即寡病院，阮嘛响应嘛。吼，你国家你总是爱先表示即个你的态度嘛，你的态度爱做出来。你的态度就是讲，我对护士有影真重视，所以我要甲恁加薪。啊，阮病院看到讲，哇，国家都已经出手啊，病院阮嘛爱小加一个，大家爱共同来
甲护士薪资稍微往上提一下，安尼唔有法度，互护士愿意搁转来到阮这上困难的头一线来食头路嘛。因为我问素琴姐啊吼，这他做副议长也讲吼，这个点击吼愈来愈点愈衰点啦。是啊。吼，啊这愈衰点吼，啊就是咱健保受班宜啦。系啊。受俗啊啦！就是讲，我就想讲，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吼，咱健保甲即马遮尔济档吼，啊起价拢总应该是起2届嘛，对不对？吼，啊问题是咱即马人吼，愈食愈老。啊，更较厉害就是讲吼，以前医袂好，即摆拢医会好。以前肺癌嘛第4期啊，医生甲你讲差不多转去，你想要食啥，想要去倒佚佗就去啦，因为差不多半年嘛，差不多嘛。即摆毋是的，已经第4期啊吼，食迄标靶药物啊，食10几年嘛有，你知哦？啊，你想看嘛，伊安尼食10几年爱偌济钱，所以咱知影讲，咱即摆医疗咧进步，咱即摆人愈来愈老，需要的医疗愈来愈多，可是咱的健保即个饼无愈来愈大。啊，所以你甲我讲这个代志，就是讲，奇怪呢，中高的呢，咱连变无顺呢，你用这个钱，进钱掏出来，系啊，进前用伊半年就死的，即摆伊15年，佮你食药钱倒位来，钱就是为因的身躯来，就讲因进前吼，啊，因家人会官来，嘿，比如进前我诊疗费嘛吼，啊，总共我讲，啊，我看一个病人，啊，我医学中心可能我诊疗费总共300点好啊，吼，啊以前的300点可能是300块好啊，啊，即摆奇怪，即摆300点，我嘛是感觉看一个病人。我嘛感觉看遮尔久，即摆佫较老，佫较歹看。啊，共款300点，啊，问题是咧，300点咱240块尔。拍8折。拍8折啊！啊，所以我拄仔咧惊的代志是啥？讲总讲咱吼，即摆要互律师的钱，咱共款是佫为健保出。啊，我问你啊，即摆点是毋是愈报？啊，之前你即摆钱摕来互律师讲啊，咱一人吼，卡成巴咧，对哦，啊我吼我钱互恁哦，啊恁即摆有夜班的人吼，加400甲1000哦，啊问题是医生讲啊即摆看300点剩200块，啊你这都唔通吼，是不是？所以就讲你即摆感觉我人讲朝三暮四吼，啊我东墙补西墙，啊即摆这阵人有可能夜班这阵人薪水较好一丝丝啊，其他的人会受到影响啊。吼，因的收入的影响啊，啊，病院福利的影响啊，病院开始讲，我咧讲哦，即摆吼先打卡吼，啊再去继续工作哦，你免甲写加班哦，已经有足侪护理师拢安尼哦，什么加班吼啊下班啊对不对？先卡打起来啊，继续来写东西，继续工作，是安那？因为病院就讲你这加班费，这拢是钱嘛，所以伊本来可能互你加班费对不对？啊，即摆病院愈谈愈少，啊你莫加，你这。做袂了吼，是你的问题哦，啊免甲加班。问题我就是做袂了。以前痛严重的时阵，有一个病人甲我讲吼，因痛严重的时阵哦，有一届急诊啊，因为人都斗袂来啊。急诊的护理师甲病人比例啊，痛严重是一个人顾36个人呢。你是要怎顾啦？要怎顾？你甲我讲。啊，袂个，即个什么啊，心跳有咧，我办我走一年，转来可能死一个啊，是毋是？啊是，我来讲，所以来讲就是讲，咱即马爱想讲，我问题毋是讲我夜班的津贴啊，因为问题足济啦。互病比啦。互病比就讲，你即马总要各位即个。咱这钱，佫是健保，你无另外收钱入来吼，讲我用这钱来做。无，因这经营者嘛真头壳疼。嘿啊，你免讲，你干嘛用抢的？你讲啊，你已经入来，我就是单一保险人，我叫你付钱，你这不合理啦。所以应该另外钱来。规定你直收够啊，你先讲。这素清咧讲的问题就是讲，即马这笔钱吼，若讲为中药摕出来的时阵，啊，你知影中药就是新药品入来的时阵，新药、新癌症用药要入来，要加速，拢爱用这笔钱嘛。所以你即马护士来用这笔钱，就排挤掉其他的支付，一定是安尼嘛吼。啊，另外就是讲，我感觉讲，啥讲咱强调是政府这个物件爱用公务预算来出钱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咱疫情过了后，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伊提讲2摆啊，伊就是讲吼，疫情了后，伊呼吁世界各国的政府，咱来提悬对医疗的投资，医疗是投资，毋是成本。所以伊讲吼，恁世界各国的政府，恁政府爱为家己的落地啊，摕一寡钱出来投资这个医疗，吼啊，所以讲世界卫生组织不断在倡议甲呼吁这个代志的同时，但咱这边的钱，伊竟然是要为中药去提出来的时阵，当然大家会有一寡无共款的意见，是安尼。哇，这影响真济啊！我刷来要请教着医师吼，在恁的病院，恁家己的病院内面，还是你服务的单位个吼，你的护病比。
差不多有偌济，因为我看这张表吼，顶头拢写甲真迄落啦。护士工会吼统计讲平均吼白班吼白日哦11.55啦，小夜班15.55啦，大夜班17.88。老实讲，这数字咱唔捌做过，咱无一定有感觉。你做医师的人，你感觉这统计这数字是真实，还是讲是真实，但是就是无够？安怎想？我感觉讲这情形其实这侪变化的啦。吼，有当时阵是感觉讲，譬如讲咱一个一般的病房，其实一个护理师也会顾7个到8个，还是暗时的时阵可能该顾15个的这个情形，其实拢做危险的。我一定爱讲安尼，一定做危险的。若是有一个病人，伊有一寡较危急的情形的时阵要急救，还是讲伊需要。就是每一点钟拢爱去看一下伊的情形，佮重新评估。安尼其实咱一个护理师顾差不多7个8个以上的病人，安尼就会有危险嘛。毋是紧绷，毋是讲干那咱这忝的尔，实在这个情形嘛对病人是做无安全。有这个统计数字来收悬的时阵，死亡率的加高哦。嘿，而且吼，即马病院的情形是讲，咱今仔日吼，若是讲伊这本来人拢排较紧绷。即摆一般的病院内底，一个护理师，伊平均会当放假的时间，其实拢比劳基法讲爱放假的时间，这天数更较少。吼啊，若是无放着假，吼伊病院讲，互你一寡钱，互你做补贴。嘿，啊，毋过这种情形内底，吼，本来假拢放较少啊，吼，代表讲人力已经紧绷啊。啊，毋过这种情形，若是讲有人破病了，要安怎？那上班的时阵出车祸要安怎？还是讲今仔即马流感这济嘛？啊，进前 COVID 吼 ，COVID 喺确诊的时阵，佫袂当出来上班。这种时阵本来讲，譬如讲今仔日大夜班，本来讲可能有3个人，啊，今日雄一个人无法度出来上班。吼，啊，病院你想讲，敢有可能雄甲你生一个人出来，佮甲伊看来出来上班，一定是变讲2个人顾本来3个人爱顾的病人的这数目。安尼其实对我们来讲，安尼的医疗的品质是还是做歹。而且我嘛感觉讲，嘛毋是家这数据的问题，因为咱即马知影讲，咱囡仔生较少吼，所以咱就是讲，一寡家庭的这功能啊，照顾的功能拢变较的视为啦吼，就是讲无这个力吼。所以咱即马看着这济内底，就是讲，迄病人、迄老人吼，可能就是嘛咧老人咧顾，无就是讲嘛根本无人咧顾。好啊，毋过这个病人、这个老人，因咧些卧床吼，因咧大小便、翻身吼、灌食，啊这工课上来做，啊家属嘛无钱请外劳啊，也毋是讲请这看护来甲伊照顾。啊，变做护理人员来休息。因为咱护理人员毋是虽然讲这毋是咱医疗的工课，毋过这个代志若是做无好，会影响到咱医疗的品质。所以我那讲有可能讲。放伊啊，倒伫塞桥内底，无可能嘛。啊，无这种情形啊，就是讲咱其实咱实际上咧负担的这个工作量吼，拢已经比这1:7、1:5这关效面的啦哈。对，所以我感觉讲这实在是一个，唔知要怎解决，唔过是真正是做严重的这个问题。收起来大家听吼，因为我查到一个数字，大家要来上节目之前，拄我读一个数字。咱台湾吼实际上有考到国家医疗科技护理师的，即叫31万几，结果实际上有咧学琴的，有咧做的18万，还是13万啊？才10几万啊？啦，就一半的人讲我不爱做啊，可能一半人做先师娘啦，吼，我唔知，但是这无一定大家拢通做先师娘啊，吼。即寡人走去倒位，你的当初走去倒位？阮大部分的人都走去长照。哦，走去长照。对，去长照，无就去美容中心。哦，美容中心。对，啊，整啊水水，阮嘛有法度，逐个月赚6万以上。啊，有当然是个推销，个有比赛，个创啥，个有奖金。对。所以是有差的。因为伫病院内底压力足大的，你一个人啊应付，毋是干那讲伊原定的1:5，是1:10，因为你阁有加属，因为头拄仔医生有讲嘛。哦，安尼算的哦。对，头拄仔医生有讲嘛。不是讲病人阁乘以2啊。对，因为头拄仔医生有讲嘛，伊顾伊的是一个老人，所以老人照顾老人。我即摆
迄个工课单位，伊就是一个老人照顾老人，好，病人去开刀拄啊倒来，阿嬷咧顾伊，结果阿嬷跋倒啊，啊，阮爱去顾阿嬷，换去顾阿嬷，佮加一个病人，佮加一个病对。我毋是干那顾倒伫眠床顶的病人，我爱顾家属呢。啊，因兜较少年的要创啊，大家拢咧工课。咧趁钱，咧好这六这。因为伊请袂起迄个看护嘛，所以只好阮护理师爱来斗相共。听到流目屎。系啊。咱台湾的这个社会情景已经变做安尼吼。但是恁一寡当初有的真正是离退，就是讲。哦，是介忝，足忝啊！薪水也无够，我规气歹做。有，因大部分有一半的人，大家拢嘛是咧笑想讲，我即马准备好要去菲律宾读语言学校，读好了，伊要伫遐做护士，无去欧洲，无就去美国、加拿大，遐种种的各国的，伊毋是大家全球拢去欠护士吗？啊，我去外国啊，薪水阁比内底阁较悬，啊，我何必伫台湾？哦，啊那这个就职的这个环境比起来，都唔那敢若是台湾环境内面的竞争啊，你抢人啊，尔，唔是甲长照咧抢人，是啊，佮甲全球性咧抢人。是，即我要问苏经理啊，吼，你所知，比如讲，咱国敢有研究过讲？引进到外国的护士来台湾过，外国护士应该无想要来台湾，因为咱薪水这么差，是要甲咱共竞争啦。所以咱拄仔是讲，就是讲，其实伊也能力较好的，伊即马甲差的就是讲，我英语可能无够好，我来学英语就好啊。我去来美国，我一个人加顾4个人啊，啊我顾4个人，我薪水就足好的啊，啊环境阁好，我是安那送要来台湾，是毋是？这第三代咱无竞争力啦吼。啊第二代就是讲，所以咱引进的拢是照护人力嘛，所以是安那进前咧讨论什么84量表讨论啥，就是因为咱无可能跟人竞争护理师啦，所以咱即摆人讲啊，有一寡国家准讲你也有人用来帮阮照顾者做家属的性质啊，做家属的性质啊。可是问题就是因连做帮忙做这照护吼，拢无训练，你知影嘛是麻烦足济。真疗效真麻烦。对，所以而且问题，伊拄仔讲有的人即摆转去做居家嘛，因为咱即摆长照啊、居家，伊家己排时间嘛，啊，我去你，我家己时间排好。我可以的时间写写。我可以写写，我做接较济的 case 啊，接6、7万一个月，我搁免逐摆互家属嘛讲，哦，你即摆安那搁免逐摆塞流啥物，我选我家己介意的所在去啊，我搁灵活性高啊，我是安尼病院搁危险。对不对？我讲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好啊，因后生进前啊，嘛是护理读了去毕业啊做护理师，啊因为查甫囡仔吼，两个所在同爱因，就是急诊啊甲金星科，啊迄当阵就是讲先去急诊，去医学中心的急诊。啊，伊吼，即个查甫囡仔就足认真的啦。伊甲阮朋友甲讲，阮后生吼，总共啊3点爱去上班吼，伊差不多2点已经到，一定提早1点前去以上到。啊，讲以上到去创啥？就是拄啊陈医师有讲着，我吼爱是先啥知影我小等可能倒几个病人是我的，第二伊个乖嘛，爱甲学姐吼补伊车上的物啊，补拢做，这么乖对不对？到后壁先那阵亡无做啊？无做啊，先啊，毋是因为讲辛苦哦，是有一工吼，伊急诊吼，啊，就要注射对不对？啊，注射伊就是吼，2届注袂入去啊，迄个人无好注啊，啊注袂入，第3届伊才想讲叫学姐来，因为可能学姐来讲，你家己嘛爱想练，免讲每一届看到就叫人来帮忙嘛吼，伊就做2届了后啊，无先讲啊叫学姐来帮忙，啊家属就生气安尼。啊，你就袂晓做，你一开始就叫人来啊！啊，你即马拢安尼才来，啊，就开始生气，啊，家累，就讲叫伊爱道歉。哎呀，感觉讲，我就是照阮的 SOP 啊，因甲讲你爱先家己做啊，你2届袂晓，我就叫人来啊。啊，就感觉讲哪会安尼？啊，佮家了，啊，佮家讲要告安啊，一直骂，啊，到后了，护理长就来嘛。来就讲，我感觉咱有当时啊，就讲吼，咱台湾拢感觉顾客至上，可是医疗这样毋是服务业，毋好甲自己做服务业。连阿长就来讲，啊，你家回失礼者，哎呀，感觉我都无唔对，你委屈咯，系做委屈啦。我感觉吼，伊真哩爱这个工课，啊，伊薪水嘛无讲足过高，可是感觉这种委屈我要做。所以无爱做是完全离开这个行业。无到白讲，不要紧，我伊搁互这个工课一个机会，讲安尼可能是这间
病院的管理的问题吼，伊无咧听小咱嘛，叫咱家己补签，我无做唔对啊，对不对？所以伊即摆换去更辛苦啦，可我唔知影冻偌久啦，因为即摆来讲，我来讲你讲，不只是薪水的问题，咱整体的环境吼，拢爱用心来思考，讲伊是一个专业的人力，伊唔是一个服务人员。你有的病人做离谱的，你是敢若个人啊？嘿，你知病人做离谱的吼，甲迄当做服务人，你知哦？啊，一直是，啊想要创啥？我隔壁迄个做差，你甲伊管一下。啊，你甲管下讲，啊伊就无爱困啊，你啥无爱困？我电动即关爱拍过，我才要困。啊，你用太电动，你是安大只创啥？啊，护理师我会帮伊电动拍了，啊，即摆了你困啊袂？你讲伊迄做，但是你无你尊重伊是专业的能力啊。所以哦，我要请教的副议长哦，咱即摆到底，譬如讲以咱成功为例，还是讲你所知影教学病院内面，即摆护病比，是实际情形是啥物？因为我咱看哦，咱欠员欠足济呢。无啦，即摆就是讲，其实本来这个卫福部都有甲阮规定嘛，吼，医学中心的即摆是全日专日来的一个比例，专日就是讲日班、小夜甲大夜加起来就是1:9嘛，吼。啊，这个区病院就是1:12，啊地区就1:15嘛，吼。所以讲，即摆将来就是讲，因即摆要甲3班的护病比要搁甲弱化，就是讲。要搁切搁较油，就是讲白天班是偌侪比例，小夜、大夜拢偌侪比例，大家讲的好吼。啊，我感觉这个方向是对的啦。啥讲？因为咱甲这个护病比甲弱化了后吼，会使确保咱患者的病人的安全，啊甲医疗的品质嘛会使确保，啊护士有适当的这个工作量嘛，较袂出错嘛吼。所以这个方向绝对是对的。但是咱来了解这个方向在推动的这个同一时间，咱来搁做的就是讲。有没有更较侪人愿意来阮这个环境嘛？对不对吼？然后有愿意人爱来嘛？因为你人来，你才有法度更较听更较有迄个护病比的迄个比例更较会使降低嘛。你无人的时阵，即摆用3班落去，平均都已经有的床都无法度开啊！啊，你即摆来个切做3班，一定吼会几个病床会可能更较少嘛吼，所以会更较侪嘛吼。所以我意思是讲，即摆源头啊嘛是爱处理，迄个源头就是讲。啊，那鼓励更较侪人愿意转来阮这个职场，因为你即摆看数字哈，头主持人讲的无毋对啊。咱即摆有职照的31万，但是实际上伫职业是18万，超是6成。但是这2个月有稍微落来，剩5成9甲5成8。哦，啊，这就是讲，因为咱即摆咧预测就是讲2030年的时阵，其实咱来24万至25万才有甲法度，护士护理师才有法度来 cover 咱台湾的医疗的照顾。所以这缺额差不多是4万至6万。啊，你即摆4万至6万这个缺额，你若无为即摆开始用较好的，赶紧补啊！用即摆较好的薪水，啊是讲环境较好的、较对因较友善的环境来营造出迄个氛围的时阵，你要安怎去增加这增加这4万至6万？尤其有一个数字爱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以咱这个疫情进程咱全国29间的这个学校有收这个护理师伊的迄个注册率注册差不多是9.3%，93%，是袂歹啦，是袂歹。但是疫情这几年注册率落甲剩8成几，就是讲除了较大间的像长庚，伊咧收有满，有的学校就收无满啦嘛。就是讲我有员额啊，但是少年的感觉讲，哇，我来恁这个行业以后看起来前途无量，对不对？伊都可能无想要来啊，这就是咱的一个警讯啦。迄个警讯就是讲，少年的若无法度愿意选择。咱医疗做伊的即个要读的科系的时阵，啊，你将来人要为倒来，所以即摆面对即个问题，即摆都要开始爱处理啊嘛。迄个处理就是讲，伊的薪水咱爱那个适当的甲调悬，互伊有较好的一个环境，啊，互伊踮咧遮感觉讲，来遮做，伊会感觉有即个得到薪水上啊，甲即个精神上的一个鼓励，安尼才有法度让更多的人愿意回来这个职场。啊，无你2030年，那有24万至26万的人愿意来病院服务。啊，而且这里面我搁补充一个较重要就是讲，其实即摆欠的大家爱有一个观念，即摆欠的毋是讲基层的，头拄啊即个护理师嘛有讲的，即摆医美健检迄基层的其实拢还好啦，拢无欠。即摆欠是欠上 critical 的上第一线，轮3班啊，迄个病情上复杂的啊。压力上大的迄寡场所，对，迄个病房区，啊，开刀房、急诊，啊，加即个加护病房，这4个是
就是讲护士上感觉会惊的所在，吼，所以这4个所在要优先来处理啦。重灾区啦，苏经理，你要补充呀我？补充一件代志，就是讲，因为咱公共电视吼，我想要一个代志，甲大家讲一下，讲吼，咱吼想讲咱台湾的医疗也要好，咱这钱倒位来？即摆有一笔钱足拄好的，就是进前大家咧你算讲咱，讲的钱，我目睭就是毋是？出大力。即摆搁咧算讲咱今年的税收搁超增啊嘛。进前超增4500亿的时阵，大家一人分6000，大家足欢喜，对唔对？我感觉咱今年听讲超增统就1000亿，搁有可能才4000亿。做咱的钱，大家来了解讲，咱即马病医，咱的整个健保，咱的医疗，确实是真欠钱。所以咱这个钱，咱与其大家人讲哦，真痛，摕2000、3000去食物啊，咱是毋是甘愿讲咱这个钱好好用？咱这嘛是咱的主题，咱的迄落。而且同样啊，这好处是你家己的，因为医疗的，因咧工作品质好吼，因免遐忝，因雇的人较少，迄医疗品质是咱的安全啊。咱后摆咱雇的搁较好，你的存活搁较好啊，是毋是？第二件代志吼，这钱不只用的用来互你能力啊。有一摆咱讲新药需要的基金吗？你这是吼，你袂讲，你还替伊讲话哦？是毋是？我讲真正，你这钱吼，大家莫去想讲要一个人普发3000、4000，莫这短视啦。咱这钱，总讲咱家好好运用吼。这收音机啊，这我有赞同，尤其他到杨医师他讲哦，这咱拢唔知诶。咱有当去急诊吼，伊甲你讲啊，因为吼你遐小等咧，遐无病床，啊其实唔是无病床，是无护理师啦，所以爱互你等哦。啊，佫有其他的现象，譬如讲你在教学病院，还是讲诊所内面，咱因为某种原因，因为这个护理师的欠缺，所以咱的品质，还是咱的被照顾的品质会受害，会受到影响的。敢有这种代志？你讲一两下例，互咱观众朋友了解讲，哦，这个代志有影真甲咱有关系。有种代志嘛是爱互政府知影讲，即摆的问题毋是问题，假是讲。有人就好啊，吼，咱即摆嘛是爱有训练，还有经验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其实对一个医疗的工作内底，吼，伊是最重要的。毋但讲这个人较会做代志，因较知影要安怎讲，离病人真正情形变较歹的进程，吼，就会当先家发现，啊，先赶紧家己做一寡代志。啊，毋过这毋是讲咱医学院，也是讲护理师的这学校吼，读了的训练出来。虽有这种能力，吼，这爱训练，这可能爱当啊讲爱，可能7、8年，也是讲甚至讲愈久啊10年。像因这种诶，对，啊，毋过坦白讲，像5年啊，像因这种老鸟，即摆伫咱职场真正是愈来愈少。嘿，啊，这种人变少嘛，是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咱新的护理师要上来教，嘛是爱这老鸟来教。啊，毋过即摆这个人，譬如讲伊有家庭要顾。无法度去上夜班，也是讲伊发现国外也是国内有愈好的工作的机会，伊就去啊，伊就想要继续伫这病院内底互人糟蹋，老实讲是安尼。被糟蹋。所以我讲头拄啊几位来宾讲的这种问题，尊重这种代志是足重要的啦。我常常觉得拄到这种情形，就是讲这病人交护理师的时阵，真正甲这护理师当作狗的骂。哦，迄糟蹋人的情形，真正互人看到这不利的。啊，毋过医生出现的时阵，哦，医生你好，我伫边仔，我真想要甲伊教的，说你头拄仔对阮同事你做啥物代志？好，你头拄仔你甲伊讲的，你去讲一遍，你对我讲好无？好，啊，毋过当然我无安尼讲啊，因为阮的病院内底，咱是尽量就是讲，咱服务咱的病人，咱照顾咱的病人，莫去惹冲突啦，吼，莫去制造冲突。毋过其实咱该知影，像差多啊素清姐甲阮讲的，即种真正咱毋是讲咱在意钱，咱就讲在意啥物时阵下班。真正即种无受到尊重的这种情形，确实互阮袂见做的一个最关键。所以人的理解吼，人咧讲吼，就是钱无到位啊，心委屈啊，吼，这两项嘛，吼。啊，但是。政府单位，咱会当提出一个较好的这个结果性，哦，薪资的结果也好，还是讲健保的结果，应该好好来调整，趁即摆一次。如果若有你机会去参与到这个行政院会议，你要甲因讲啥物？讲安怎做规矩较好？阮其实工会内底，我有调查差不多10几个迄个意见，甲问迄个大家问卷吼。对。
啊，馆长有写，阮馆长有讲，迄个中期拢花班，逐工我一礼拜可能会上着白班、你甲大家讲什么叫做花班？哦，一礼拜可能我会上着日时的班、小夜班、甲大夜班，这3个班啊，休困一工了后，搁接日班，安尼叫花班。安尼的班其实你逐工在咧调整你的时间，上班逐工拢分。啊，你也咧分一个药啊，搁袂记咧头一个分会叮当去，哎嘛会分唔掉。对，迄叫花班。过来，第二个是违反劳基法，常常阮若去劳检，也是工会去协助，发现足侪病院拢违法。对，所以遮就歹势讲，倒一间病院，几乎每一间逐间病院拢有违法，所以这劳检的部分，爱麻烦政府可能爱较过来去劳检的，过来中期迄个血汗过劳，伊感觉讲伊逐工日时上班8点上班，8点半才下班，伊会感觉讲伊第一交班费讨袂着，第二感觉讲伊日愈来愈歹，其实毋是日愈来愈歹，是代志愈做愈侪。比如讲一个病人可能爱换疗主啊创啥物，几乎拢爱叫护理师去斗3工。安尼，阮根本就无法度啊，全医生啊开药啊，开什么治疗？老人照顾老人，这变做来照顾2个老人。是啊，所以阮根本都无多较多协助这个病人，安尼较紧较紧出院安尼。啊，过来中期个高工时，对，伊工课时间伤久，头拄好讲嘛，8点上到8点半。啊，这个人根本性的问题，他都不一定要讲吼，源头爱解决。对，源头爱解决，看伊是到底是做工课技术无好，还是倒也有问题，爱去改善。毋是定定讲啊，逐工伊为8点到8点半，啊，啉日摆就啉日摆，安尼拖久了，其实一个人就开始忝啊。伊就感觉讲，这个工课可能无适合我。第后一个是中期加薪，我的薪水遐26000，啊，外口的薪水像头拄餐饮业48000，安尼我过去遐，对，我过去遐35000，逐工毋免用头壳，啊嘛免去互骂，我甲迄碗洗洗就好啊。对，啊，过来压力伤大，逐工去互骂，啊，搁医疗纠纷，像前一阵仔毋是有一个新闻，我甲病人救起来了，搁去互骂，讲为虾米要救伊？啊，甲救到半小时。对，啊，讲要甲我告，啊，搁爱走法院。逐工就安尼。这医师嘛共款啦，对啊，这医师嘛共款啊。我相信洪副院长也定定叫。对，逐工嘛咧处理啦。院长应该逐工拢咧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睇下吼，这图表咱还未看完吼，咱来看吼，大型的病院哦，平均哦关床率8%到10%啦。这关床率，这嘛是反映着一种问题，就是讲啊，你就必须爱甲我。一直爱甲我检查我的健保的总量安怎？这代志我要先请副院长甲咱解说一下，什么叫做关床率？伊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讲每一间病院拢伫政府迄个卫生机关有登记伊的即个开放的迄个病床的数量嘛，吼，比如讲伊是1000床。但1000床你爱有偌侪护士去配套，才有法度3班的护病比符合这个规定。是，所以有一天你若是护士的人数无共的时阵，你班都无法度去卡吧这1000床拢有3班吼有符合标准的这个护士在照顾。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讲有的病院就是讲，譬如1000床啊，我就先关50床、100床，剩900床，安尼护士可能就会使去卡吧这900床的这个照顾，来迄100床都无咧使用，所以这就是头拄仔咱咧讲的，表面上看起来敢若是急诊，敢若足快，啊其实研究落去毋是急诊快，是伊咧等要去住院的迄个时间扭长啊嘛，啊所以患者就挤在这个急诊室的这个所在。其实你去看咱台北市迄较大间迄几间病院吼，迄急诊有时啊床拢摆甲足远的，就是有这个状况伫咧。但是即马是还好是啥？就是讲你若是真正吼，甲生死有关的这个疾病，譬如讲你是心肌梗塞吼，中风，爱手术，
啊，这是袂当哦，这是还没有问题啦。吼，即马会较小等的即寡患者，拢是属于这种较慢性的，就是讲，譬如pneumonia啦、吼肺炎，还是讲啊尿道感染吼，啊这就是爱注抗生素嘛，爱有一张白层的注抗生素对。啊，但是这就是讲无讲没有讲立刻去你会有生命关系的，啊可能就会等较久的时间安尼。但是这个问题你若无处理的时候，将来是会影响到。迄上 critical 的迄寡疾病嘛受到影响，所以咱嘛是爱去面对即马即个问题，吼，看就是讲担心即个问题会发生是安尼。讲到白吼，其实咱毋是无钱呢，吼，咱是钱，毋知要安怎分甲春车，吼分甲招文，啊分甲互因真正有付出即个努力、付出专业知识的人，会真正摕到该有的即个薪水吼。其实今仔日咱本来还是要讨论讲卫生所的医师啦，我就甲尤医师讲哦，即个问题也足大的，即吼咱认真吼，才来好好讨论。但是我来问苏经济，我常常看到吼，即个网络顶头外国人咧称赞讲哦，你看我去哦带囡仔去看一下病吼。才开500块，结果我停车停伫停车场停一工，就甲我收600块。哦，我看病比停车费搁较俗。哦，啊，就台湾好棒棒。其实咱看到这吼，其实咱足稀微的，你知哦？就感觉真稀微呢。因为咱台湾医生通迄个的钱，可能比咱水电工通水工的钱较少哦。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家看到拢足俗的背后，其实问题真侪。拄啊，病人你讲，咱毋是无钱，咱就是无钱。咱健保就是无够钱，咱其他人有钱，咱健保钱就是无够，这是事实。因为咱一年投资的咱 GDP 6%，就是比人较少，这是事实。所以咱就是无钱，所以我即摆讲，咱爱为其他的所在摕钱，莫讲为讲健保就拢总咱呢，啊你分一寡，我分一寡，啊咱迄个比惨的，你知哦？就是讲哦，因为我比你较惨，所以健保我已经袂好，嘿，我袂好，所以我健保一定要好我，因为我比惨，咱莫搁比惨嘛，咱应该把这个可以健全化，这一站做重要的代志。因为第二站拄仔咧讲迄关闭床吼，关闭床即摆你看到是讲，去进排足远，吼啊等足久。问题是即摆连例行性手术，你以为啊？我明个我可有个人讲奇怪呢，我医生进前甲讲后礼拜甲我排吼要换关节，哦，要小等者。啊，即摆甲你通知讲，啊，你明先来大院哦，你可能搁延一个。搁一后礼拜，啥呐？因为这病床爱生活才客级的人入去，所以你奇怪呢，啊，手术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原因就是安尼。所以你想看进前咱喺香港啊。喺公家病院啊，有人讲看妇健科，那一当把它摆掉，莫讲笑。总讲你后摆你这问题无感觉，有一日就是因为你发遐尼济病床，可是你无护理师，啊，你就爱同紧急的这样做，所以你后摆这个红感觉你无够紧急的，都爱排队等。咱无想要看到这工，所以咱爱想，你健保就是无够钱，莫讲咱做有钱啊，钱就是无够，政府紧看就把超增的税给它腾入来。这因为上尾哦，剩3分钟哦，我必须爱每一样哦，和会长哦，先和你讲1分钟哦，就是讲，整个来讲，上简单，若有通一刀切落去，上紧急解决的是毋是苏经济啊？讲钱爱紧好好来分。对，无毋对，就是苏经讲了足正确的。即摆咱就是有影健保的钱是无够的，吼，结论就是钱无够，吼啊，健保的钱无够，就是咱的成长率无够，成长率不够，总额不够。啊，这是有影事实，因为咱的医疗占咱的 GDP 差不多是6%，啊，但是咱韩国是8%，日本11%嘛，所以这会使摕过来比嘛。啊 ，OECD 国家的平均嘛有8.8%，所以咱的钱有影是无够嘛。你今日若有法度为6%增加到8%以上的时候，你钱有够的时候，你钱若有够的时候，护士加薪哪有问题？你新药要加速来哪有问题？癌症的新药要来，速度就使变紧啦嘛吼。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健保的钱无够，成长率无够，就是安尼。唔通乌卡桑巴来特别来因为说，我感觉讲吼，其实咱头拄仔钱无够，我感觉讲这是正确的。毋过咱嘛需要想这钱对倒来。其实咱台湾的民众之前有做过调查，台湾民众伊袂讲不爱起这10块、20块、50块，吼，咱换较好的医疗的品质，这是有做过调查的。毋过咱看像这几档啊，吼。这政府嘛是讲咱健保费率不爱起，吼，这健保费率绝对袂起，因为知影讲咱民众拢做善的吼，苦民所苦，咱都无一个政治人物敢讲，吼，爱
加去起的，加民众加收一寡钱。不过真正咧反对的吼，真正反对的其实是在头家啦，因为因咧健保的咧钱内底吼，嘛是这一部分是因爱出的啦吼。啊，第二样代志就是讲，我是感觉讲吼，咱一方面感觉讲政府吼爱加开钱，这健保的这钱一定爱从咱的 GDP 的愈悬的比例。啊，不过我感觉讲另外一部分，咱做工人的吼，不管是医师还是护理师，还是其他的医疗工作者，咱嘛是爱搞工会，咱嘛是爱伫咧病院内底告诉我们的老板，搞咱的头家讲，这钱要安怎用。靠互咱改善咱的品质，安尼这情形较会当改善。我还是感觉阮工会确定讲，阮护理师一定爱甲薪水拢有悬，唔通拢加薪较2万几，比迄个餐饮业搁较低。我安尼感觉无适当。搁来，咱的护病费。希望较低，1:6、1:7，安尼较适当。因为这阮有调查过，阮工会内底有调查过，其实1:7是上好的。啊，不过也增加一个，就会7%的人就会死去啊，安尼嘛危险。搁来，人迄咱工作的时间，希望会使有法度的。